講一個沙茶牛肉。沙茶牛肉牛肉嫩香爽滑，沙茶醬香辣適口，別具風味。相關由來：沙茶牛肉係一道著名的粵菜，有廣州和潮州兩種食法，但以潮州食法為源頭。沙茶原是印度尼西亞的一種風味食品，原意是烤肉串，多用羊肉、雞肉或豬肉，所用的調味度辛辣。當沙茶被傳入中國潮州地區後，當地人們只取其辛辣特點，用花生仁、白芝麻、魚、蝦米、椰絲、蒜頭、蔥、芥末、辣椒等原材料磨碎，加油熬製成一種調味品，稱為沙茶醬。沙茶牛肉因分此調味品食用，故而得名。製造方法：一、將牛肉切去筋後，用刀切成薄片，然後用瓷盤盛好待用。二、將沙茶醬加入熱豬油、芝麻醬、辣椒油、白糖粉一起攪勻，分別放進各個小碗待用。再把生菜、豆芽洗乾淨，擎乾水，用盤盛好。三、把爐子生火，將上湯先煮滾，倒入瓷缽內，放在爐子上，加鹽調味。四、食時用筷子夾牛肉片放進滾湯內，灼熱，並加入豆芽淋過，放入小碗內，再放入生菜，配上沙茶醬即成。牛肉要切成兩片相連，並為純紋片。火鍋式食法，和着生菜一起點沙茶醬食用。注意不可拆得太舊，否則會使牛肉變韌，不夠鮮嫩。為使牛肉鮮味配合沙茶香味，調味料方面可加入少許保惠爾醬和美極醬，由這對絕配，亦可用妙的方法，可用炒的方法。
亦可用炒的方法。呢個就係沙茶牛肉。講下呢個沙茶牛肉啊。好啦，拜拜。